后来，这个疫情的警戒第3级，全民拢自动减少出门，连带这个全国关会的人数快速来下降。台中关会中心上新的统计，到22号的早起，台中地区会库的存量剩无到4天，会当讲是20年来上介少、上介惨的。这个关会中心希望，还阁有气力的民众，伫咧做好着家己的防护了后，嘛会当来关会。 本土疫情扩大影响到民众关会意愿。依照台中关会中心的统计，到22日为止，台中地区会库的存量剩较无4天，应该是20年来上惨的，甚至比沙水期间更较严重。因为这一次真的就是全台湾都是拉起警报了啦，所以变成说民众在于捐血的部分跟自我保护的部分都会有所担心。那出来捐血的人就变得会比较少。 因为台中中华南投分林市的县市，逐天的供血量差不多要有1800地血，不过因为疫情影响，血库的存量已经有惊无暗。今天就是看到那个什么新闻说，有血库剩下3、4天的分量，所以要出来捐一下。有在新闻上有看到，有在呼吁。那刚好我想，刚好我这个血型它也很缺，所以我就赶快赶过来。 关会中心嘛表示讲，若是民众对关会车有顾虑，嘛会使去定点站关会，安尼就使安心啊贡献爱心。